Hello，大家好啊！我哋差唔多要嚟準備上堂啦。等等，OK。咁我哋今日會介紹到嘅咧係夜靈參呢一隻產品嘅。OK。好，畫面啊，或者係我嘅聲音上面 O 唔 OK 咧？咁如果 OK 嘅話咧，咁我就開始上堂啦。咁我哋今日咧會介紹到嘅咧就係夜靈參呢一隻產品嘅，因為咧其實我哋喺生活上面咧都好經常會遇到一啲新聞啊，睇到一啲新聞或者身邊有一啲長輩啊，都成日會聽到呢個人前一日仲好好地嘅喎，第二日就走咗啦，或者之前有一個新聞就係有個好後生嘅男嘅藝人咧，參加一個節目跑步跑一跑就走咗。所以其實咧有時我哋都真係好需要去了解翻自己嘅一個心血管嘅健康嘅狀態啦。咁要了解下有乜嘢嘅方法或者飲食上面咧，可以幫助我哋喺保護心血管上面咧，可以有啲幫助嘅。咁我哋今日咧會介紹到嘅嘢係夜靈參，亦都係我哋嘅明星產品啦。我哋有諾貝爾醫學獎得主 Luis Anaro 博士咧，係幫我哋研發呢個產品嘅。咁我先自我介紹下啦，因為亦都可能會有啲新嘅同學仔咧係第一次上堂嘅。咁我係歐陽嘉薇營養師，咁大家可以叫我 Lala 嘅。我目前咧係台灣 Herbalife 嘅特約營養師，咁同時咧喺台灣呢邊已經生活咗好耐啦。喺醫院啊，或者學校啊，或者係一啲健身中心咧做營養教育相關嘅工作嘅。咁今日亦都好榮幸啦，可以同大家分享香港呢一邊 Herbalife 嘅一個產品嘅資訊嘅。咁究竟咧咩係心血管咧？一開始提到呢個心血管嘅疾病咧，點解咁可怕咧？咁其實咧心血管見到呢一張圖咧，就會覺得好熟悉啦，好似咧以前小學啊、中學嗰陣時上堂啊，呢個就係心血管嘅系統嘅分佈啦。其實就係分佈喺我哋全身任何一個地方嘅。我哋嘅心臟、我哋嘅腦部，甚至於我哋嘅任何一個手指頭咧，只要唔小心割親咧，就會有血流出嚟。咁其實都係因為咧，呢一啲地方全部都佈滿咗血管嘅。咁呢個血管嘅功能係乜嘢咧？其實血管嘅功能咧就好似一條河流咁嘅，好似大自然嘅河流咧，分佈喺各個地方，然之後滋潤我哋身體每一個部分嘅。咁最主要嘅一個供應水量嘅地方咧，其實係我哋嘅心臟。咁你可以想象下心臟咧，其實有啲似一個水壩，佢會控制呢個水嘅流量嘅。水身體需要水分多啲，或者需要血流多啲嘅時候咧，佢就個閘開得大啲，心跳得快啲，咁就令到咧分佈喺我哋全身嘅譬如腦部啊，或者係肺部啊、腎臟啊等等嘅各個器官咧，有足夠嘅氧氣使用啦。亦都會運送翻一啲養分去到我哋身體各個地方。咁我哋身體各個地方用完呢啲養分、用完呢啲氧氣之後咧，其實亦都會產生一啲廢物嘅，譬如二氧化碳啊，或者係一啲其他嘅代謝完之後嘅廢物咧，亦都會回收翻。咁好似一個循環咁樣嘅，你有個圈咁樣咧，令到我哋嘅血液咧可以運行到去全身，去運送呢啲養分啊，運送呢啲廢物去到身體嘅各個部位嘅。咁但係咧，如果你今日你嘅河道堵塞咗，或者有好多人抌啲垃圾喺個河道上面咧，其實就會令到我哋供應水量或者供應呢個血液嘅地方受到堵塞嘅。咁如果堵塞嘅地方咧，咁啱係要運送到去腦部嘅，咁腦部就冇血可以用啦，冇氧可以用啦，佢個細胞咧就可能會壞死嘅，肺部亦都係嘅，各個器官都係。咁如果今日咧，你嗰啲廢物係堵塞喺心臟咧，心臟本身都有嗰個冠狀動脈啊、冠狀嗰啲血管喺入面嘅。咁如果心臟堵塞咗嘅話咧，就好似你呢個供水嘅水壩塞住咗，咁其實全身嘅功能咧都會受到影響嘅。所以我哋咧去睇下，究竟我哋心血管出現啲咩問題咧？究竟呢啲塞住河道嘅垃圾究竟係啲咩嚟嘅咧？
其實血管咧，呢個係血管嘅橫切面嚟嘅。佢如果平時咧有食呢個豬心啊，或者有見到一啲內臟類嘅嘢咧，其實都會知道血管其實就好似一個水管咁樣嘅。咁正常嚟講咧，佢就可以好通暢咁樣運送呢啲養分啊、血球啊呢啲嘢嘅。咁血管最主要嘅兩大問題咧，就係高血壓。只要血壓高，或者你嗰個血管咧個管壁收得好細嘅時候咧，其實血流就會變得冇咁通暢啦。咁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你個血管壁可能係正常嘅，但係就塞咗好多垃圾，塞咗好多呢個雜物喺上面，就譬如一啲三酸甘油脂呢啲脂肪啊，或者係膽固醇啊，呢啲都會塞住血管嘅。咁同時咧，有可能會合併兩個問題喎。一旦你又有高血壓，又有高血脂、高血膽固醇嘅問題咧，咁即係你已經塞住河道，你嗰個河道已經好窄啦。同時有高血壓，譬如天氣凍嘅時候啊，又或者咧你睇啲電視劇咧，咪有時個老豆知道自己個仔原來唔係自己親生嘅，跟住就突然之間送咗去醫院嘅，突然之間倒喺地下。咁其實咧都係因為突然之間嘅血壓好高。咁本身如果你個血管已經唔係好乾淨啦，已經塞得差唔多啦，咁血壓又突然之間好高，個血管壁突然之間變得好塞咧，咁就會個河道完全咁樣堵塞咗。咁如果堵塞嘅地方係通去腦部嘅話，就腦中風啦。如果係堵塞嘅地方係心臟嘅話，就係心肌梗塞啊。即係呢啲問題咧，其實都係會好突然之間將呢個人帶去天堂嘅，所以其實都係好可怕嘅一啲問題啦。但係好消息係咩咧？有90% 嘅呢啲心血管嘅疾病或者係高血壓、高血脂嘅呢啲問題咧，其實都係好易預防嘅喎。佢唔係天生就係咁嘅，90% 都係可以預防嘅。所以我哋睇下啦。美國心臟協會去建議我哋可以點樣預防心血管疾病。咁咧，預防心血管疾病咧有啲原則就係 ABCDE 嘅原則啦。A 咧就係主要用喺心血管疾病嘅一個藥物啦，阿司匹林啦 （aspirin） 咧，要正確用藥嘅，即係你最好咧就係有一啲心血管嘅問題嘅時候，千祈唔好自己去藥房買一啲成藥嚟食用啦。一定要去睇醫生，去令到醫生可以去幫你判斷你需要用啲咩藥物。咁另外咧就係要控制呢個血壓啦。如果你本身就有血壓問題嘅話咧，屋企最好就有一個血壓計咧，每一日去量下自己嘅血壓會唔會太高。因為有時血壓太高咧係冇感覺嘅，你唔會覺得自己血壓好高嘅，但係實際上你嘅血壓可能已經爆到去200、300咁高。如果你喺完全冇感覺、高血壓都冇感覺嘅情況之下，你突然之間塞住嗰個血管，其實你都唔會有感覺嘅。你去到咗咧，已經真係中風啦，或者個心臟已經完全失去咗跳動嘅功能嘅時候，先會有感覺。所以咧係會好突然嘅呢啲狀況嚇。所以本身如果你係有血脂高嘅問題咧，一定要定期去檢查啦。如果有吸煙嘅習慣咧，記得要戒煙。同埋控制好個血糖，因為大部分嘅咧血壓高或者血脂高咧，其實都同血糖高係有關係嘅。血糖太高咧，就好似你啲血管浸喺糖水入面咧，其實佢嗰個功能咧係會失去咗一個正常嘅功能嘅。嗰啲血脂咧會更加容易黐喺你個血管上面嘅，所以控制血糖咧，亦都係同時控制心血管疾病好重要嘅一環。咁同埋會運動。運動咧就係大家都知道佢嘅好，但係咧真係要執行，你真係要有長期有規律嘅運動咧，其實係都幾困難嘅。所以呢一啲各個方面咧都係好重要。但係你會發現我好似有一樣嘢未講喎，就係 ABCD 嘅 D 啦 ，diet，即係你嘅飲食上面咧，其實係佔咗好重要嘅一個部分嘅，因為你只要飲食夠均衡啦。你嘅體重能夠控制得住嘅話，其實呢啲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嘅問題咧，就會迎刃而解嘅。所以咧，其實我哋平時嘅飲食可以比較多食用啲咩食物咧？蔬菜水果就係已經每一堂都會講嘅蔬菜水果，
入面嘅纖維、入面嘅一啲植物化學物質咧，其實對於我哋嘅心血管嘅健康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嘅。仲有果仁，果仁入面咧有一啲好嘅脂肪，其實唔係所有脂肪都會塞住血管嘅喎。好嘅脂肪咧，仲可以幫助你將唔好嘅一啲塞血管嘅脂肪帶走嘅。所以好嘅脂肪啦，譬如果仁啊，或者魚入面嘅 Omega 3啊，都係好嘅油脂嚟嘅，都可以食用嘅。咁仲有一啲譬如大豆啊，呢啲豆莢類嘅食物啦，同埋全穀雜糧類嘅食物咧，入面有纖維啦，入面有一啲大豆入面嘅，譬如大豆異黃酮啊、卵磷脂啊呢啲物質咧，其實都對於心血管嘅保健係有幫助嘅。咁所以咧，其實只要做好 A、B、C、D、E 呢啲原則咧，心血管嘅一個健康嘅狀況咧，其實就可以提升啦。咁其實咧，飲食入面咧，我哋啱啱提到啦，有啲堅果類啊或者海鮮類嘅嘢咧，其實可以多食用嘅。咁或者一啲瘦嘅紅肉咧，其實都可以食下，因為咧入邊有一個物質叫做精氨酸。咁精氨酸咧，其實就係我哋身體入面嘅一個非必需氨基酸嚟嘅，即係咧佢身體入面其實可以自己合成嘅。後生嗰陣可以自己合成嘅。咁到咗年紀大嘅時候咧，其實合成嘅量咧就會漸漸咁樣減少嘅。你由飲食入面咧係其實都需要去攝取翻一啲精氨酸。咁精氨酸佢最主要嘅功能咧，就係去幫助我哋身體生成一個叫一氧化氮嘅物質。咁一氧化氮咧，其實本身聽落好似好可怕，但係其實咧係身體入面必須嘅一種物質嚟嘅。佢可以做乜嘢咧？佢可以幫助我哋呢個血管咧去放鬆嘅。咁其實一氧化氮咧係喺一個血管內皮細胞入面去生成嘅。血管咧其實就唔係淨係得嗰一層嘅，佢好多好多一層嘅。有一最入面嗰層咧叫做血管內皮細胞。咁外面呢個粉紅色呢一層咧就係血管嘅平滑肌。冇錯，血管亦都有肌肉㗎嚇。咁血管嘅肌肉咧令到佢可以收縮同放鬆啦。咁如果一氧化氮身體入面足夠嘅時候咧，就可以令到呢個血管更加放鬆嘅。放鬆嘅時候咧，佢個血管壁就會放大啦。你可以睇下你自己嘅肌肉個老鼠仔咧，咩時候佢會變粗咧？咩時候佢會變厚咧？就係你用力嘅時候咧，你個老鼠仔就會變厚啦。就好似咧血管入面佢嗰啲肌肉咧，佢一收縮嘅時候咧，其實就會變厚嘅。所以你一放鬆嘅時候咧，呢個血管壁咧就會變薄啲，同埋咧令到佢血管壁可以再放鬆啲。咁呢個血流咧就可以比較通暢咁樣去到身體嘅各個地方啦。咁所以精氨酸咧有好多研究都發現到佢嘅一個對身體嘅重要性嘅。佢可以幫助一氧化氮合成啦，令到血管可以放鬆。一旦你嘅血管放鬆嘅時候咧，其實血壓就會降低啦。咁血壓咧，其實如果你嘅血管係好窄好窄嘅時候，但係你血管入面嗰啲水分係冇變少嘅喎，咁即係好似你個水龍頭，或者你可以想象下血管好似一個氣球咁樣，你一直灌水入去，咁你嗰個氣球咧，佢就係一直都係咁嘅體積嘅啫。咁一旦好多好多水喺入面，或者你個水壓好高嘅時候，其實個氣球好容易爆開嘅。咁其實就係血壓調節嘅問題啦。咁如果精氨酸幫助一氧化氮合成啦，你嘅嗰個氣球係比較放鬆嘅，你入面嘅水冇咁多嘅時候咧，其實就可以令到血管更加嘅健康。咁另外咧，其實精氨酸有好多研究發現佢可以改善勃起功能障礙嘅喎。點解又同呢個性功能有關係咧？咁其實咧我哋嘅性器官要勃起嘅時候咧，係需要有血管去更加多嘅血流喺入面嘅時候咧，你個器官先會勃起嘅。咁如果咧今日你嘅血管嘅功能比較差啲嘅，或者有血壓比較高，呢個血流比較受阻嘅時候咧，其實就會影響到性功能啦。咁呢一個時候咧，就可以提下有一種藥物咧，叫做威而鋼，藍色嘅藥丸威而鋼咧，就係一種改善性功能嘅藥物啦。其實佢一開始咧嘅研發咧係希望可以改善血壓嘅一種高血壓嘅藥物。一開始研發嘅時候，咁就發現咧呢啲受試者咧食咗呢個藍色小藥丸之後，佢哋有一個副作用，
就係除咗血壓下降咗之外咧，佢哋就一直處於呢個勃起嘅狀態。咁就所以咧，呢個藥丸就轉型咗，變咗做咧係改善性功能嘅一支藥丸。咁其實佢嘅機制咧，同精氨酸有啲似嘅，就係幫助呢個一氧化氮可以更好咁樣幫助呢個血管去放鬆，所以有更多嘅血流可以流到個性器官上面。所以其實精氨酸嘅作用係類似嘅，所以好多嘅文獻咧都發現，其實食用精氨酸大概1500毫克到5000毫克左右咧，其實都可以做到呢個改善性功能嘅一個功效嘅。好，咁所以咧，其實精氨酸佢所製造出嚟個一氧化氮，除咗可以幫助你血管放鬆之外咧，其實佢仲可以去降血脂嘅，佢可以去抑制呢個斑塊嘅生成。斑塊係咩嘢咧？就係一嚿脂肪，一大嚿嘅脂肪就係積喺血管入面咧，就係斑塊啦。當斑塊越多嘅時候咧，其實你血管就係會比較淤塞啲嘅。所以其實一氧化氮除咗可以調節你嘅血壓之外咧，佢對於降血脂同埋抑制斑塊咧都係有幫助嘅喎。所以其實精氨酸啦，飲食上面係可以比較多攝取嘅。咁點解精氨酸嘅前面咧有 arginine， 前面加個 L 喺前面咧？或者陣間會介紹到呢個瓜氨酸咧，有個 L 喺前面咧。其實呢啲有個 L 喺前面嘅氨基酸咧，就係代表佢係比較活性嘅狀態嚟嘅。咁其實我哋飲食入面嗰啲氨基酸啊，或者蛋白質咧，其實身體需要一啲機制咧去消化，佢先至可以變咗做身體有活性可以使用嘅形式嘅。但係咧，如果你今日食用嘅係譬如已經幫你整好嘅 L 形式嘅呢個保健食品嘅話咧，佢就比較容易俾身體去消化、吸收同使用。所以咧，呢個 L 形式嘅咧係比較活性嘅形式嚟嘅。好，瓜氨酸咧，亦都係一種非必需氨基酸嚟嘅，佢同精氨酸可以相輔相成咁樣作用。點解要叫瓜氨酸咧？其實呢個citrulline 嘅拉丁文咧，佢就係西瓜嘅意思。即係其實咧，佢一開始咧係喺西瓜入面去提取出嚟嘅一種物質嚟嘅瓜氨酸。咁呢個瓜氨酸咧，其實可以幫助精氨酸去作用嘅。咁我哋身體咧，其實有一啲循環咧，尿素循環啊，或者製造一氧化氮嘅循環咧，都會使用到呢個瓜氨酸。咁瓜氨酸咧，佢經過一啲身體嘅機制之後咧，佢會變成精氨酸嘅。咁精氨酸使用之後咧，又會變翻做瓜氨酸嘅喎。所以其實咧，佢係一個循環嚟嘅。可以相輔相成嘅。有瓜氨酸同精氨酸咧，可以令到呢個生成一氧化氮嘅作用咧，作用得更加好嘅，令到一氧化氮可以繼續咁樣維持佢嘅活性嘅。仲有咧一啲營養物質咧，其實都可以幫助呢個一氧化氮嘅活性增加嘅喎。譬如我哋經常聽到嘅維他命 C 啦、維他命 E 啦，或者葉酸咧，其實呢啲都係屬於一個維他命嚟嘅。咁有時咧，我哋喺啲保健食品入面咧，會睇到佢叫做抗壞血酸鈣，其實就係維他命 C 嚟嘅。聽落個名好似好奇怪啊！咁因為維生素 C 咧，維他命 C 佢其實有好多種形式嘅，佢喺一般嘅情況之下咧，冇辦法獨立存在嘅。佢喺身體入面可以變做維生素 C 獨立存在，但係佢喺一般嘅環境之下或者喺食物入面咧，佢通常咧就會結合一個礦物質一齊嘅，譬如呢個維生素 C 再結合一個鈣，就係抗壞血酸鈣。咁佢嘅學名叫抗壞血酸啦，聽落好似有啲可怕，但係其實就係維生素 C 嚟嘅。咁維生素維他命 E 咧，佢就係生育酚乙酸酯，聽落有啲可怕，但係其實亦都係維他命 E 嘅一個學名嚟嘅。咁維他命 C、維他命 E 同葉酸咧，其實就係參與喺呢個一氧化氮作用嘅一個循環入面嘅。一氧化氮佢去做完佢應該做嘅嘢之後咧，譬如放鬆完血管之後啦，咁佢其實會失去活性嘅。咁令到佢再度獲得活性咧，就需要維他命 C、維他命 E 同葉酸啦。所以呢幾種維他命咧，其實可以幫助一氧化氮維持佢嘅活性，同埋咧維他命 C、維他命 E 咧同埋葉酸都可以幫助降低呢個 LDL， 增加 HDL 喎。咁 LDL 係咩咧？就係低密度膽固醇嘅運送蛋白。
low density lipoprotein。咁HDL 咧就係高密度啊。咁我哋一般咧會定義佢為 LDL 係壞嘅膽固醇，咁 HDL 咧就係好嘅膽固醇，所以佢可以降低壞嘅膽固醇，而增加呢個好嘅膽固醇嘅。咁另外咧就係其實維他命 C、維他命 E 啦，都可以幫助預防呢個粥狀動脈硬化。其實同啱啱講嘅呢個斑塊啊嗰啲其實係類似嘅概念啦。咁我哋呢個 LDL 咧同 HDL 咧係身體必須嘅。其實佢喺穩定嘅量，即係正常嘅量之下咧，係可以幫助身體去運送呢個脂肪啊，運送呢個膽固醇嘅。但係一旦咧呢個 LDL 氧化嘅話，通常你會見到佢前面寫住一個 OX 嘅 LDL 咧，就係氧化過後嘅 LDL 咧，先至係最可怕嘅。氧化咗之後嘅 LDL 咧，就會非常之容易黐喺血管壁上面。所以咧，我哋最怕嘅咧，其實唔完全係 LDL，而係怕氧化之後嘅呢個 LDL。咁呢啲維他命 C 啊、維他命 E 嘅物質咧，其實係抗氧化嘅物質嚟嘅，所以佢可以減少呢個 LDL 氧化，從而令到呢個 LDL 冇咁容易黐喺個血管壁上面嘅。所以咧呢啲都係啱先講到嘅。維他命啊，或者係呢個瓜氨酸啊，都係幫助精氨酸去維持一氧化氮嘅製造同活性嘅。咁接落嚟咧，介紹嘅呢個牛磺酸啦，其實你哋都會經常聽到嘅，尤其是係啲奶粉廣告咧，就會聽到 taurine 呢個字。咁 taurine 其實就係牛磺酸。咁喺一啲特定嘅情況之下咧，係身體必須嘅，譬如懷孕嘅時候啊，或者係baby 嘅時候啊，就會需要呢個 taurine 嘅。另外咧，就係譬如肝臟出現問題，或者係心臟衰竭嘅時候咧，亦都會大量需要呢個 taurine 牛磺酸嘅喎。咁牛磺酸咧，其實佢係可以幫助我哋嘅心臟嘅功能維持嘅，佢可以改善心肌耗氧量，咁即係咧令到呢個心肌更加有效率。咁心肌佢心臟肌肉咧，佢接收到呢個氧氣嘅時候，佢就會更加容易咁樣去收縮啊，令到呢個血管血液可以分佈到全身嘅。咁心臟衰竭嘅人咧，就係你用咗好多氧氣，但係咧你個肌肉咧冇辦法收縮得好有效率，咁呢個血液仍然係冇辦法好順利咁樣運送到全身。咁牛磺酸咧就係幫助呢個心臟嘅肌肉更加好咁樣去利用呢個氧氣，令到佢更加容易去收縮嘅。另外咧，牛磺酸亦都可以降低身體嘅發炎反應嘅喎。佢實驗入面咧發現咧牛磺酸可以降低呢個發炎指標C-reactive protein 嘅。咁另外咧，亦都可以減少血小板嘅凝集。其實呢啲指數咧，譬如你嘅身體處於一個發炎嘅狀態啊，或者血小板好容易凝集咧，如果出現喺血管嘅時候咧，呢個血小板咧就好容易變咗做一塊好似起拉嘅時候咧，會有一塊血液咁樣會塞住個血管嘅。血小板係咩功能咧？就係你譬如唔小心割親嘅時候咧，一開始會飆血嘅，但係咧呢個血液慢慢會凝結嘅喎，會變咗一個拉喎。咁呢個拉上面咧，佢個血管可以凝集咧，就係因為有血小板。咁呢個血小板咧，平時係好好嘅，可以幫助我哋止血。但係一旦咧你嘅血小板凝集嘅功能咧失常，咁喺個血管入面咧，呢血液一直咁樣凝結成一嚿嘢，咁就會塞住個血管。所以其實咧減少血小板凝集嘅功能咧，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另外咧，牛磺酸其實可以幫助減低體重嘅喎。如果牛磺酸食得足夠嘅時候咧，其實我哋身體咧係比較容易去減肥嘅。然之後咧，嗰個體脂肪咧係比較冇咁容易累積嘅，所以牛磺酸對於呢3種功能咧都非常之重要。另外咧就係香蜂草啦，亦都係我哋嘅椰靈參入面咧有嘅一個成分。咁
香蜂草咧其實係一種香草植物嚟嘅，佢可以提升呢個 GABA 嘅作用，所以佢最主要嘅功能係乜嘢咧？係幫助我哋入睡嘅，提升睡眠品質。咁樣發現咧，其實有好多呢個憂鬱症啊、焦慮症嘅患者咧，佢嘅腦部去製造呢個 GABA 咧係出現問題嘅。當呢個 GABA 嘅功能失調嘅時候咧，其實會容易有唔開心嘅狀況啦、憂鬱嘅狀況啦，同埋會影響睡眠嘅，會好容易失眠嘅。所以其實香蜂草咧，其實可以幫助我哋睡眠品質嘅提升啦。另外咧，其實佢亦都有啲研究發現佢係一個天然嘅抗菌抗病毒嘅香草植物嚟嘅。咁但係大家可能覺得點解同啱先講嗰啲咁唔同嘅？啱先講嗰啲好似都係同心血管功能方面有關嘅喎，點解突然之間呢個夜靈參入面又加一個香蜂草喺入面咧？咁其實咧有好多研究發現，高血壓嘅人咧，應該話失眠嘅人或者佢嘅情緒好緊張嘅容易焦慮嘅呢一班人咧，血壓係偏高嘅。所以其實咧Louis Innerrible 博士咧，去加呢個香蜂草喺夜靈參入面咧，係可以幫助我哋穩定情緒啦，令到我哋血壓可以比較穩定嘅。所以點解咧，我哋要揀呢個夜靈參去保健我哋嘅身體啦？第一就係因為佢係由權威去幫我哋研發嘅一個產品嚟嘅，佢係諾貝爾醫學獎得主 Dr. Louis Innerrible 去幫我哋研發呢個產品啦，呢個配方啊，要加幾多嘅量啊，加邊一啲營養素入面咧，都係由佢去幫我哋去研發嘅。咁點解佢會獲得諾貝爾醫學獎咧？其實佢就係呢個世界上最清楚知道一氧化氮嘅一個人，即係佢去發現到原來係一氧化氮對身體嘅一啲作用嘅好處，所以咧佢係獲得呢個諾貝爾醫學獎。所以佢係呢個世界上最知道一氧化氮功能嘅一個人。另外啦，呢個精氨酸同埋瓜氨酸咧加入去夜靈參入面係因為可以幫助一氧化氮嘅生成啦，亦都可以幫助我哋有更加好嘅睡眠嘅，因為有加呢個香蜂草喺入面。咁佢夜靈參咧，雖然佢飲落有少少嘅甜味啦，但實際上咧佢係無糖嘅，非常非常之低熱量。咁冇加任何嘅人工色素啦，同埋係使用呢個天然嘅檸檬味係加入去我哋嘅產品入面，所以咧佢係好適合喺睡前嘅時候飲一飲咧，就會覺得非常之舒服嘅。咁同埋可以幫助入睡啦，令到你嘅心血管更加嘅健康。所以咩時候適合補充夜靈參咧？其實就係睡前啦。除咗係因為咧有加香蜂草可以幫助入睡之外咧，其實係因為我哋身體有一個機制咧，係去到夜晚黑嘅時候咧，尤其是瞓覺嘅時候，我哋身體嘅一氧化氮合成嘅量咧係會慢慢咁樣減少嘅喎。到咗清晨就快起身嘅時候咧，係一氧化氮嘅量咧合成量係最少嘅。所以我哋啱啱起身清晨嘅時候咧，我哋嘅血管係比較窄嘅，我哋嘅血壓係比較偏高嘅，即係有好多嘅老人家啦，佢中風發作或者係心臟病發作嘅時候咧，都係喺夜晚黑或者凌晨嘅呢段時間嘅，亦都其中一個原因可能係因為一氧化氮合成量減少，令到佢血壓上升啦，佢血管咧比較冇咁有彈性啦。所以就會有呢個心血管嘅問題出現，所以咧其實可以喺睡前嘅時候咧使用我哋嘅夜靈參嘅。咁邊個適合使用夜靈參啦？首先咧就係想要促進心血管健康嘅一班人啦，或者本身就已經有心血管問題嘅話咧，可以作為保養嘅。另外咧就係可以改善呢個睡眠品質嘅，我哋夜靈參。所以如果你瞓得唔好嘅話，其實瞓覺之前咧可以飲一杯嘅。好似我老公咧，有時就會夜晚黑咧飲一杯夜靈參，跟住突然之間就會瞓着咗嘅。本身諗住叫佢幫手暗小朋友瞓覺咧，點知佢自己就瞓着咗先嘅。所以其實咧夜靈參可以好適合想要提升睡眠品質嘅人啦，或者啦年長者想要提升活力嘅話咧，都可以使用夜靈參嘅。
另外，因為椰靈參入面咧有 taurine 咧，係可以幫助我哋減脂嘅，所以其實如果你想減肥嘅話咧，都可以使用椰靈參嘅喎。咁因為椰靈參咧，佢本身亦都有呢個促進血管放鬆嘅一個功能，所以運動嘅話，運動之前咧，其實你可以飲一啲富含精氨酸嘅飲品，譬如椰靈參咧，就可以幫助你運動嘅一個效率變得更加好嘅。所以咧，即係呢啱先講到嘅咧，就係我哋今日提到嘅椰靈參嘅一啲功能啦。